摆这个洪灾，马苏德罗山温泉区发生着土石流、道路中断，有100外个人掉伫内底。虽然目前已经全部来撤离了，但是当地旅宿业者违规营业的问题再度铺就台面。其实，伫当初8八洪灾，高雄的小南村灭村了后，学者就发现讲，这个罗山温泉区的山比小南村更较危险。所以南投县政府伫12年前开33亿开发着玻璃的复兴温泉，辅导罗山的业者迁过来这个所在。但是一直到今，也是有部分的业者无愿意来搬线，甚至偷偷来营业。监察院因为安尼，去年阁来纠正着南投县政府。为什么无爱搬线呢？当地村长讲，第一，补偿金无够；第二，业者大部分拢是在地人，就算知影有风险，也是无愿意离开家乡。土石流将罗山温泉区的连外道路冲掉，上桥踩索啊，互民众撤离开遮。用2天时间才救出100多个人，因有的是当地民众，有的是旅宿业者。不过，其实伫咧12年前，南投县府就已经禁止罗山温泉区的开发和营业，因为伫咧8八洪灾，高雄小南川洪灭川了后，学者发现罗山温泉区边的武安山有地震、厝震动的现象。经过调查，武安山含造成小南川灭川的限度山，上侵占所在嘛同款有伫咧厝震动，而且武安山的地质算是板岩。含小南川限度山的山岩来比，若拄着大雨，崩山速度会更加紧。它只要超过350到500毫米，它就会开始出问题了。比小南川的危险性更加大，南投县府阁开33亿开发玻璃的复兴温泉来辅导业者刷所在。不过经过10多年，真侪业者嘛是无想要迁刷。监察院阁伫咧去年纠正南投县府，陆陆续续都已经有迁出了哈，剩下有一些的业者哈，他们也希望政府是不是可以有更完整、更配套的措施。县府强调。有发公告提醒民众莫去罗山，嘛真侪摆和业者沟通，先怎知影有危险性，阁无想要迁徙。当地村长和学者认为有2个关系。生在这边嘛，跟住在这边啊，就是还是不想迁出去啊。投进去的资金非常多了，政府给他的补偿不够。除了无想要离开故乡，学者认为上重要的是县府互因的补偿金无够，互真侪开大钱伫咧罗山区温泉旅馆的业者，感觉是警察收济，所以甘愿冒性命危险，嘛要留伫咧当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